來繼續來看聯淨公司所生產的苦茶油，有含致癌物苯片皮，講已經賣出到將近1000罐，業者講有追登來700多罐。啊，國內苦茶籽的原料有9成攏是為中國進口，聯淨公司合作的對象就是中國江西小農。專家講，茶籽運送的時間長，愛打掃來處理，嘛已經過高溫烘炒，可能就是因為安尼產生着致癌物。櫃台的電話連袂煞，聯淨公司問其員工無言棄氣，因為苦茶油表示安尼問題。敢若敲電話問的退貨數量，漲到今仔日透早到20-30罐，無人客親身來遮退貨。就算手頭摕嘅毋是問題嘅油，毋過消費者嘛是會驚。無論敢有拍開，攏摕來退貨，只是人客較想要知影講，苯片皮到底是為倒位來去？國內苦茶籽原料這邊9成是中國進口，聯淨公司合作的對象多好是中國江西小農。茶籽運送的時間久，愛打掃處理，若是有奇怪味，都要用高溫炸過，恐驚就是這一波生致癌物。焙烤越高越香嘛，很香來講哈，就會產生問題，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會高溫的東西也被破壞掉。你要吃到它、吸到它，它還產生活性代謝物，它就可能跟我們的細胞裡面 DNA 做結合，然後造成基因的突變。超過5000罐的本地苦茶油，攏總939罐流向通路。業者強調回收700多罐，啊若是藥水嘛介入合作，檢驗5件檢體，預計後禮拜對知影結果。